好，弟兄姊妹請坐，將時間交俾今日嘅讀經。好，弟兄，可唔可以細聲啲？弟兄姊妹平安，新年快樂！今日要攻讀嘅經文有3度嘅，第一咧就係希伯來書13章8節，詩篇125篇1到2節，同埋彼得前書1章3到8節。首先係希伯來書13章8節，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跟住到詩篇125篇1到2節，依靠耶和華的人好像錫安山，永不動搖。眾山怎樣圍繞耶路撒冷，耶和華也照樣圍繞他的百姓，從今時直到永遠。跟住到彼得前書1章3到8節。sorry， 係彼得後書1章3到8節。神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皆因我們認識那用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主。因此他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得與神的性情有份。正因這緣故，你們要分外地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制；有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有了愛弟兄的心，又要加上愛眾人的心。你們若充充足足地有這幾樣，就必使你們在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經文讀畢，以上係神嘅話語。有啊，好，弟兄姊妹新年快樂，新年蒙恩。喺2026年第一個主日，可以同大家一齊嚟敬拜神，可以大家看見大家歡喜快樂，可以睇見大家嘅面上有笑容，呢個係何等嘅祝福，何等嘅快樂，證明咗上帝喺我哋生命當中嘅恩典係好足夠嘅，以至乎我哋嚟到上帝嘅面前嘅時候，我哋敬拜嘅時候，我哋可以有歡喜快樂嘅心。聖經應許話，上帝必常常以笑面幫助我哋，所以同樣嘅喺我哋嘅每一天嘅生活當中，我哋可以笑，我哋可以喜樂，我哋可以有盼望嘅緣由，不在於我哋面對嘅挑戰有幾大。我相信最大嘅盼望係內在於上帝與我哋同在。你贊成嗎？呢個時候我哋一齊嚟禱告，我哋嚟仰望神。天父，我哋多謝你，多謝你深愛我哋。多謝你總是眷顧帶領我哋人生嘅每一個腳步。總然人生不容易，總然人生有好多嘢係超乎我哋嘅預料同埋能力之外，但係你話最重要嘅係邊個掌管我哋嘅明天？邊個
創造天地萬有，邊個係永不改變？願喺呢一個充滿着變數嘅世代當中，我哋可以喺呢一個不變嘅上帝當中尋找到呢一個不變嘅應許，經歷呢一個永不改變嘅大愛同埋恩典。你向我哋每一個人說話，使到我哋喺新嘅一年當中繼續有力量嚟奔跑跟隨你。奉耶穌基督嘅名求，阿們。好，所以頭先已經恭祝咗大家呢一個新年蒙恩、新年快樂啦！我相信喺我哋每一個人嘅生命當中，我哋都期待2025年已經過咗去啦，已經 say bye bye 啦。2026年我哋期待一個全新嘅一年，願我哋每一個人喺基督裏邊，我哋嘅生命可以再一次俾耶穌基督嚟挑望，俾耶穌基督嚟更新。我亦都喺呢一度好想祝福大家，願新嘅一年裏邊，我哋經歷主基督嘅真實。我哋喺新嘅一年當中，可以經歷同神更深嘅連結，更加親密嘅聯繫。願新嘅一年當中，願我哋每一個繼續有呢一個動力、堅定嘅心，仰望基督俾我哋嘅恩典多而又多。好啦，領受到祝福，咁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新嘅2026年，請問你有何期待？新嘅2026年，請問你有何立志？新嘅2026年，你期待你嘅靈性同埋你同上帝嘅關係有冇乜嘢嘅突破同埋轉變？同埋2026年，你對你嘅教會生活有冇乜嘢嘅期待？我想問下，今日我哋大家2026年第一個主日嚟到呢度當中，你有期待嗎？有冇人會期待遇到師母㗎？我好期待，我已經遇見佢啦。有冇人好期待會遇到一啲嘅弟兄姊妹？有冇人會期待你嚟到教會當中，今日你俾上帝觸摸你嘅心？有冇人期待今日你嚟到教會當中，你期待你嘅靈性會有唔一樣？或者有冇人期待你嚟到教會當中，就係期待同你平時星期一至星期六嘅生活係有不同嘅？我唔知你有冇期待？願今日上帝喺我哋每個人嘅生命當中動工。我哋今日嘅題目叫做耶穌不改變，後邊嗰個部分係我哋要改變。嗱，當我哋翻開新聞嘅時候，你會發覺其實天有不測之風雲㗎。特別如果你有睇呢段時間嘅呢一個新聞，真係世事如棋局，局局局新㗎，局局都堅㗎，都咁大鑊啊！特別如果你有睇新聞，有冇睇到呢個伊朗爆發示威啊？點解會爆發示威啊？佢哋嘅錢太唔值錢啦！之前幾十萬可以換$1，而家甚至要超過100萬佢哋嘅錢先至換到$1。所以很多人喺呢種大變化當中，很多嘅不滿，好多嘅無奈，甚至乎威脅到生存嘅時候呢，就開始搞嘢啦。然後呢，全球氣候嘅改變。如果你有睇新聞，而家全球嘅氣候越嚟越多嘅改變，變成甚至乎以前連北極嘅呢個航道都通唔到嘅時候呢，而家開始好多人揾呢個戰略嘅航道，可以透過北極俄羅斯嘅北方嗰度，甚至乎去到。所以你睇而家點解世界上面有咁多呢一啲風雲、呢啲打仗、呢啲緊張嘅局勢，因為全球嘅天氣同埋全球嘅權力重新要被重整同埋改變。同埋呢，如果近排你有睇新聞，應該好熟悉啦。近排呢一個中國同埋台灣好多嘅呢一種軍事嘅演習，好多嘅呢一啲嘢飛嚟飛去，好多嘅呢一種緊張嘅形態，以至乎無論係住喺邊度嘅人都擔心，哎呀，會唔會幾時開始有戰爭？會唔會幾時開始經濟又更加嘅唔好，平安又更加嘅唔好？所以全世界好多嘢都喺度轉變嘅時候，變成當我哋要準備面對2026年嘅時候，又開始人心會茫茫。呢個係好似同我哋好遠嘛，但係嚟到我哋身邊嘅時候呢，同唔同嘅人傾偈嘅時候呢，我哋會發現其實我哋嘅生活就面對緊好多2026嘅挑戰。比如話，可能有啲人面對工作嘅難處，有啲人要揾工做，有啲人揾唔到工做，甚至乎有啲人可能擔心緊隨時會俾人炒魷魚，可能隨時會 restructure， 隨時會失去飯碗。
可能有啲人擔心新嘅一年會唔會我嘅健康又再出問題，又再影響我嘅前路，又再影響我嘅家庭。甚至乎有啲人會問，新嘅一年會唔會我哋夫妻關係、我哋家庭關係又再面對呢種不確定性、呢種挑戰嘅時候，以至乎我哋要點樣面對充滿變數嘅2026年？所以親愛嘅弟兄姊妹，今日再一次期待，藉着上帝嘅話語，藉着耶穌嘅不改變，同大家彼此嘅勉勵嚟面對充滿着變數嘅2026。嗱，如果我哋再一次嘅睇2026年，其中一個好大嘅挑戰就係我哋成日話嘅 AI 潮嚟，好多人開始要面對失業，好多人要面對呢個科技嘅改變，好多人要面對改變所帶嚟嘅衝擊嘅時候，究竟我哋嘅信仰，究竟我哋嘅上帝是否足夠我哋嚟使用，同埋我哋嚟運用上帝嘅應許同埋話語嚟面對呢個好多個改變呢？呢個都係頭先我漏咗放嘅，就係其中一個，就係呢一個美國嘅呢一個。如果大家有睇呢個新聞啊，就係佢哋好大規模嘅要重整佢哋嘅呢個移民嘅政策啦。所以咧，很多人佢哋喺嗰度，甚至乎我聽我嘅朋友講，有啲人佢哋面對咗攞到咗呢一個身份，佢哋都會人心惶惶。會唔會我哋就好似其中呢一啲人咁，佢哋攞咗個身份，但係可能隨時反口，可能隨時就國家嘅政策改變，然後就被逼趕走，甚至乎要翻去原來移民嘅地方。很多嘅人心慌慌，變成人很冇平安。親愛嘅弟兄姊妹，今日我哋嘅人生很多時候就好似曠野嘅旅程。我唔知你對曠野有幾深嘅認識，但係如果你睇過曠野嘅呢一種documentary， 曠野當中有好多嘅挑戰，很多你唔熟悉嘅生物，好多你唔知道嘅前路嘅時候呢，就可能會有咩呢？乾旱、飢渴、猛獸，甚至乎隨時嘅災害會嚟到。所以咧，我哋若果喺呢一個沙漠當中嘅時候咧，我哋最想就係揾到咩咧？揾到水源，揾到呢一個 Oasis， 即係嗰個綠洲。OK， 最好想揾到一個可以令我哋安穩安心喺嗰度，唔需要改變嘅環境。嗱，千變萬變，我哋好想又唔變。人生很多時候就係咁。變幻無窮，我哋很想有呢個勝過風雲無常嘅呢個焦慮同埋危機嘅弟兄姊妹。我唔知你而家嘅生命嘅狀態係咪咁？你是否面對緊工作嘅危機？你是否面對緊等候前途嘅挑戰？你是否面對緊你家庭狀況嘅轉變，或者你親人健康嘅轉變？很多時候喺呢種風雲當中，我哋很需要有一個人，很需要有一位上帝同我哋講：我不改變，我與你同在，我帶領你面對充滿變更嘅人生。所以喺呢度再一次，上帝想我哋認識佢嘅永不改變。特別2026年嘅第一個主日，上帝好想再一次激勵我哋，即使乎世界變，即使乎樓幣變，即使乎股市變，即使乎你嘅健康變嚟變去，但係有一個嘢一定要先捉住嘅，就係主永不改變。聽話佢嘅永不改變，掌管着我哋嘅人生，並且用佢嘅慈愛、大智慧帶領我哋嚟經過人生嘅每一個道路。所以只有你永遠不改變，你的年數也沒有窮盡。上帝對我哋嘅宣告，佢係一位不改變嘅神。佢話佢從起初太初就已經存在，佢係呢一位創始成終嘅神，創造萬有嘅神。我好中意頭先 Emily 帶我哋唱嗰首詩歌，上帝創造萬有，上帝得勝死亡嘅權勢，上帝保守着一切，上帝掌管着一位。即係佢係又真又活嘅上帝。天地萬物喺2026年可能會改變，可能會 downhill， 可能會好多嘅超乎我哋想象嘅變化。但係主再一次向我哋宣稱，佢係呢一位永不改變嘅神。我哋一齊讀呢句經文好嗎？我哋一而起，耶穌基督昨日、今日
直到永遠都不改變。親愛的弟兄姊妹，今日主同我哋宣稱佢係呢一位永不改變嘅神，對你同對我嚟講有乜嘢嘅意義同埋激勵呢？我想問下，如果你身邊嘅弟兄姊妹或者你身邊你嘅老婆老公同你講我係永不改變㗎，你會有盼望定係你會激死啊？你應該會激死啊，係咪？做嘢咁魔叫你改變啊！你話你永不改變，即係話你冇盼望啊！但係上帝話佢係一位永不改變嘅神，呢個俾我哋好幾個盼望。首先呢度話咩呢？主耶穌嘅慈愛永不改變。今日當我哋睇我哋身邊很多個關係、很多個感情、很多個愛嘅表現，很多時候因着挑戰、因着衝擊、一種利益改變嘅時候，主話你放心，我對你嘅愛永不改變。好似有時候我哋成日聽同知道咗主嘅愛永不改變，真係可以俾我哋盼望。係嘅，主同你同我講，無論發生任何嘅事情，無論發生幾多嘅挫折，哪怕我哋嘅生命可能再多嘅軟弱，主話我對你嘅慈愛永不改變，因為我哋係不改變嘅主。第二，主耶穌話我嘅應許係永不改變，同埋我嘅拯救係永不改變嘅。咩意思呢？即係話上帝曾經應許咗佢唔會撇下我哋，佢話佢嘅救恩係絕對有效，直到永遠嘅。所以今日當我哋信靠基督嘅人，即使乎我哋面對再多挑戰同埋變更嘅世代，上帝話佢對我哋嘅拯救，佢嘅寶血結着我哋，拯救我哋呢個救恩係永遠不會改變。佢赦免我哋嘅罪惡係永遠不會改變，佢嘅應許係不會落空。今日我哋依然可以靠着佢嘅拯救，我哋可以得勝同埋面對千變萬化嘅人生。嗱，點解呢個應許同埋拯救咁重要呢？如果你有睇國際新聞，係咪有時候一啲好有能力嘅國家，當佢答應咗保護另外一個國家或者一啲勢力嘅時候，當係咪利益嚟嘅時候，有時候隨時變就變㗎，係咪啊？比如話今日話我照你，聽日我同另外一個國家有利益嘅時候，可能我就唔照你嘅喎，係咪？嗰啲應許、嗰啲所謂嘅協議，隨時都可以撕爛，冇意思。隨時都會喺呢種擔驚受怕當中，隨時都會跳票。但係上帝話：我永遠唔會跳票。喺呢個變數嘅世代當中，我對你嘅應許同埋拯救，你放心，你依賴我。然後呢，主耶穌嘅權能不改變。呢個世界太多嘅權力變啊，隨時有人坐上呢一個政治嘅權力，隨時有人掌握經濟嘅權力，隨時會有人掌握嗰一個喺呢個金字塔當中掌管嘅嗰一個位置。很多時候變嚟變去，反而係我哋呢啲小市民，反而係我哋呢啲平民百姓，很多時候我哋享受唔到，很多時候我哋唔知道點樣面對呢一切嘅轉變。但係上帝話：你放心，我嘅權能係永不改變。好似頭先我哋所唱嘅嗰首詩歌一樣，上帝已經得勝咗死亡嘅權勢。魔鬼撒旦唔會再得勝，魔鬼撒旦已經輸咗啦。魔鬼撒旦死亡嘅呢個詛咒同埋權勢已經喺基督嘅十字架大能上邊已經被清空啦。所以今日我哋凡係信靠耶穌基督嘅人，我哋喺新嘅一年當中，我哋係可以放膽靠着耶穌得勝。哪怕你喺最艱難當中，哪怕你喺面對逆境當中，哪怕你面對軟弱當中，上帝話：我個權能不改變，我依然係嗰一位創始成終嘅神。所以耶穌對我哋嘅愛永不改變，以至乎當我哋面對變數嘅時候，我哋依然深知可以有一個不改變嘅力量嚟帶領我哋。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主耶穌作為我哋信仰信靠嘅對象，佢不改變，佢對我哋嘅愛不改變，對我哋嘅拯救不改變，對我哋嘅眷顧不改變，同時佢嘅聖潔亦都不改變。新嘅一年佢唔會降低佢對我哋聖潔嘅要求，新嘅一年佢唔會降低佢期望我哋生命成長嘅要求，新嘅一年佢唔會降低佢審判嘅要求。同樣嘅，佢同我哋講，既然佢嘅權能不改變，佢嘅審判嘅標準亦都不改變。
所以呢個係一個 package 㗎。佢願意我哋新嘅一年依靠佢嘅慈愛，捉緊佢嘅應許，仰望佢嘅拯救，同埋等候佢嘅權能彰顯。佢期待我哋喺充滿變數嘅世代當中，依靠他得勝，得勝又得勝。所以詩人喺詩篇152篇1、2節呢度點樣鼓勵我哋呢？佢話：凡係信靠耶穌基督嘅人係咩呢？信靠耶和華的人就好似錫安山，永不動搖。群山怎樣圍繞耶路撒冷，耶和華又怎樣保護他的子民，從現在直到永遠。阿門。親愛的弟兄姊妹，今日人生會太多嘅挑戰，有時候同弟兄姊妹傾偈溝通嘅時候，就會發覺我哋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難念嘅經，每個人都有每個人嘅難處。有時候我哋面對健康嘅難題，有時候我哋面對好實際工作生活嘅挑戰，有時候我哋面對教養小朋友點樣帶領小朋友成長嘅大難處，有時候我哋面對唔知道應該喺邊度生活嘅呢個身份嘅難處，很多時候太多嘅變化，以至乎太快啦，我哋心裏邊沒有一個定向，沒有一個呢一種好大嘅安全感。但係上帝話：放心，信靠我的人永不動搖。即使乎天地會變，即使乎星辰會過去，時間同埋空間會終結，上帝話：我依然對你嘅愛不變。2026年，願我哋可以捉緊呢一點。然後2026年，你是否正在面對改變嘅掙扎？你有面對緊改變嘅掙扎嘛？你生命當中有面對呢一個未知嘅明天嘛？你嘅生命當中喺2026年有面對呢一個唔知道要點算嘅掙扎嘛？今日主想鼓勵你，放心，當你同我哋信靠他的時候，他看顧我哋好似看顧飛鳥一樣，他引領我哋，即使乎我哋前面嘅道路可能會有變數，但係佢話繼續放心經歷佢，因為佢係永不改變嘅主。願上帝幫助我哋。第二，或者我哋會問，係啊，我哋知道上帝不改變，我哋成日都查經，成日都聽道，成日都睇書，已經知道上帝不變噶啦，咁關我生活咩事呢？弟兄姊妹，為何當我哋知道咗上帝嘅不變，我哋嘅生活有時候會缺乏能力？我想問下弟兄姊妹一個實在嘅問題，你自己問自己啊，請問邊一位覺得你自己嘅生活生命係有能力嘅？請你舉手一下好嗎？我講嘅唔係話打鼻鼾嘅能力啊，係經歷上帝充滿嘅能力。如果你覺得你自己係一個有能力嘅，請你舉手一下好嗎？呢個係趁機會為主作見證啊！好，我好似睇到一個人舉手啫，所以即係話一個人有能力，其他嘅人唔覺得自己係有能力嘅。今日你覺得你自己係一個有能力嘅人嗎？如果你覺得你自己係一個有能力嘅人，你生活、你嘅信仰一切，你覺得你係一個經歷上帝大能嘅人，我恭喜你，為你開心。但係有時候我哋信耶穌信咗好一段時間，我哋覺得好似上帝離我哋好遠，我哋覺得我哋讀聖經、我哋禱告好似冇 feeling， 我哋覺得我哋嘅信仰嘅內涵好似做咗咁耐嘅基督徒冇實質嘅更深嘅經歷主。點解呢？點解會咁呢？有一次有一個魔術師，佢表演飛刀，佢係一個魔術師，表演飛刀嘅魔術師。然後呢，大家睇到佢表演飛刀嘅時候呢，就好讚賞佢嘅，就覺得佢實在太犀利啦。然後呢，呢個魔術師邀請其他嘅人上嚟做嘉賓。嘿，不如你企喺嗰度嚟俾人掟個飛鏢啦！你睇我咁勁嘛？你哋勁唔勁？大家咁拍手嘛。OK， 然後呢，大家嚇到冇人敢喎。哇！大家拍手，哇！魔術師你好犀利啊！但係又冇人敢喎。然後呢，有一個小女孩好勇敢，佢話：哎呀，唔緊要啦，你哋都冇人敢，我去，我唔驚嘅。然後佢就上去啦。然後真係如係好似
呢個短片睇到㗎，飛過去，太勁啦！佢完全冇受到傷害，然後嗰個魔術師嘅所有嘅飛刀都插中啦。然後咧，嗰啲路人就問佢：小女孩啊，點解你咁夠膽出去做嗰個嘉賓？你唔驚嗰個飛刀飛到你咩？雖然佢好似好勁啫，但係我哋都驚被飛到㗎喎。嗰個小女孩話：哎呀，我梗係唔驚啦，因為我信任佢。佢哋問：點解你會信任佢啊？因為佢係我爸。點解路人唔可以信任佢，但係呢個小女孩可以信任佢呢？因為小女孩話佢係我爸。我睇過佢練習過好多次，我睇過佢每一次點樣掟進嗰個目標，我睇過佢每一次點樣得勝。所以今日當我要企喺嗰個前面做嗰個目標嘅時候，我信賴佢，我對佢有信心，我捉緊佢，因為他是我的父親。各位親愛弟兄姊妹，有時候我哋嘅人生，有時候我哋基督徒嘅生命缺乏能力，缺乏平安，缺乏定向，缺乏盼望，會唔會可能係因為我哋少咗信靠同埋捉緊？今日2026年，上帝想再次鼓勵我哋，既然佢係呢一位永不改變嘅神，佢想我哋信靠他同埋捉緊他。我問到大家一個問題，請問你覺得你係一個信靠同埋捉緊上帝嘅基督徒嗎？你捉緊耶穌嘛？每次有事嘅時候，第一個你係揾邊個？你係揾耶穌嘛？定係你揾你嘅銀行經理？定係你揾你嘅保險經紀？定係你揾你嘅仔女？定係你揾 Google？定係你信自己？喺呢個千變萬化嘅世代當中，有時候點解我哋會好焦慮？因為我哋自己靠不住，我哋好想揾出路，揾唔到啊！但係今日上帝想再次激勵我哋，可能動亂依然有，改變依然有，但係既然你話我係永不改變嘅神，我都同你講咗我係永不改變嘅神，你亦都知道我係永不改變嘅神，咁何解你唔捉緊我呢？所以上帝好期待我哋喺新嘅一年當中，我哋係信靠同埋捉緊呢個不改變嘅耶穌。我想挑戰大家，你同你身邊嘅人，今日你捉緊耶穌嘛？你同你身邊嘅人講，如果佢瞓咗，你可以鼓勵佢捉緊耶穌，唔係捉緊周公。今日你捉緊耶穌嘛，弟兄姊妹？2026年，我諗上帝親自想喺你生命當中挑望你呢句說話，你真係捉緊耶穌，定係其實你係知道耶穌，然後你將耶穌擺喺你家裏邊其中一個位置？你信任他嘛？定係你只係知道他？2026年，上帝好期待我哋同佢真實嘅相遇。上帝期待我哋嘅人生，我哋嘅基督徒生命係可以有能力嘅。上帝期待我哋唔單單只係知道，唔單單只係嚟崇拜。上帝期待我哋嘅人生係可以把呢一種震撼力活出嚟。咩叫做震撼力？即係話當你面對轉變嘅環境，你轉變嘅遭遇，你轉變嘅一切嘅時候，你知道你心裏面唔單止有平安，你係有力量可以嚟面對嘅。弟兄姊妹，你睇下有啲人當佢面對難處，舉個例子，有啲人生病嘅時候，佢就驚到要死啦。但係你睇有啲人點解喺面對生病嘅時候，佢可以有呢個動力嚟 overcome 呢個難處呢？因為佢知道邊個與佢同在。你睇有啲人面對呢個身份呢個難處嘅時候，佢好擔心啊！點解？因為佢嘅信心喺邊度？移民官嗰度。但係你睇點解有啲人佢可以有呢一個盼望同埋呢個不懼怕嘅心呢？因為佢知道重點唔係嗰個官，重點係背後掌管一切嘅上帝。所以同樣嘅，今日我哋係知道定係捉緊呢？2026年，上帝同你講：你捉緊我。所以呢，佢發出咩邀請？佢話：把你的路交託耶和華，信靠他，他必幫助你。等住咩叫做交託？咩叫做交託？問下嗰啲已經結咗婚嘅人就知道，
當你要結婚，你要將你嘅未來嘅幸福交託俾對方嘅時候，你嘅心境係點㗎？你嘅心境係點㗎？你真係要信呢個人係可靠嘅，你真係要信呢個人唔會辜負你嘅，贊成嗎？我睇到 Irene Auntie 好啱門嘅，一直點頭，佢就 Auntie 好贊成，係咪？交託就係你真係知道呢個人可信，你知道你交咗出去，你唔會再收翻㗎。你知道無論點係啦，就係呢個人㗎啦，嫁雞隨雞，跟住佢滿山走㗎啦。你知道佢無論點，你就係跟住佢，然後你知道佢可以帶俾你幸福，你先至嫁俾佢啫嘛，係嘛？你知道佢要埋咗你，你嫁俾佢嘛？你唔會㗎嘛。所以呢個就係交託，就係你信呢個對象係值得你託付嘅，同埋佢有能力保護你嘅，同埋佢唔會變嘅。如果你知道佢變心，你一定唔會嫁俾佢㗎嘛。你知道佢唔會改變，所以你交咗俾佢，佢可以信靠佢。所以上帝同樣嘅提醒我哋，佢係值得我哋交託嘅，佢係值得我哋信靠嘅，同埋他必幫助我哋。我唔知道呢一句經文喺新嘅一年當中，可唔可以帶俾你生命盼望同埋動力？上帝話他必幫助你，你信嗎？當你喺面對生活嘅難處，當你喺面對前路唔知道點算嘅時候，你真係信他必幫助你嗎？定係你淨係知道他必幫助你？呢個係有分別嘅。所以願新嘅一年你經歷捉緊耶穌嘅應許。有一位偉大嘅宣教士戴德生，大家好熟悉㗎。佢講咗呢句説話：即使你毫無知覺，神依然喺帶領你。只要你依靠他，捉緊他，必經歷他。所以你加多一個2026落去啊！即使你2026年毫無知覺，一大堆轉變，但係上帝依然在帶領你。即似乎好似睇起嚟好黑，好多烏雲，甚至乎唔知點。但係呢度話咩呢？只要你依靠他，唔係將嗰個焦點放喺變化嘅情景，唔係將嗰個焦點睇起未解決嘅問題，唔係將嗰個焦點放喺唔知道點樣面對嘅憂慮。上帝話依靠他，捉緊他，後邊嗰個字係咩呢？必經歷他，就好似呢度所講嘅，信靠他，他必幫助你。信嘛？願主嘅話語激勵我哋。雅各書甚至乎話咩呢？神要將一切嘅好處都給我哋，冇一樣好處留下唔俾我哋嘅。一切嘅美善、完美嘅恩賜都係從上帝嚟，從眾光之父那裡嚟賜俾我哋嘅。他不像轉動的影子，變化無常。我讀呢個係呢一個新譯本，呢個係和合本啊。在他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弟兄姊妹，你知道如果你有睇新聞，嗰啲科學家去研究，而家甚至南極、北極嗰個極嘅磁場啊，好似佢哋研究話都喺度變啊，好似世界總有走向末日嘅。好多人好擔心㗎，但係上帝話咩呢？即使乎呢啲變，我哋睇下你嘅變，但係上帝並不改變，在他沒有轉動的影兒，即係話咩呢？佢答應要賜福我哋，佢好樂意賜福我哋，佢想大大賜福我哋，佢唔會託我哋手踭，佢唔會食言，佢唔會忘記，佢依然要賜福我哋。2026年係咁，佢要俾我哋一切嘅恩典，一切嘅豐盛。弟兄姊妹，你信嘛？第二，佢要喺我哋面對困難當中為我哋開路，佢願意賜恩俾我哋，好似秋雨之福。呢個頭先我為 Andrew 同埋 Tina 禱告嘅時候，其實我好為佢哋開心啊，因為之前聽佢哋分享，佢哋揾唔到工作，佢哋面對好多嘅困難，甚至乎當我哋一齊禱告嘅時候，有時候感受到佢哋嘅焦慮，感受到佢哋嘅難處。但係當你看見上帝點樣帶領佢哋嘅前路嘅時候，你就體會到上帝係好真實嘅。弟兄姊妹，你就體會到上帝嘅恩典從來佢唔會孤寒唔俾嘅你哋，唔俾我哋，因為佢係好樂意施恩。呢度話咩？一切美善都係從上帝嗰度嚟，他好樂意賜福俾我哋。上帝唔係好似有時候我哋扮嘢嗰種心境啊。今日開心嘅時候就俾你多啲，
聽日唔開心嘅時候就收翻啲，今日心情好就陪下你，聽日心情唔好就收翻怨面。唔係嘅，唔係好似我哋拍拖咁，唔係啊。上帝對我哋嘅眷顧係咩呢？係永不改變，樂意施恩，在他沒有轉動的影兒，唔會真真假假噶，乃係一生之久。所以今日佢好想我哋繼續嚟依靠他。記住，你嘅憂慮唔會使到事情改變，弟兄姊妹，唔會。你可唔可以憂慮？可以，人之常情。但係你嘅憂慮不能夠使到你嘅歲數增加一歲，唔會使到事情改變。你靠你自己，我哋靠我哋自己，唔會真正掌握到我哋嘅前途。即使乎我哋好努力，但係可能我哋嘅努力最後轉眼成空。甚至當我哋覺得我哋嘅信心好軟弱，我哋冇辦法面對人，我哋冇辦法面對主，我哋唔知道點算嘅時候，我哋好無力嘅時候，亦都冇辦法攔咗上帝嘅愛臨到你。喺羅馬書上帝講噶，唔係上帝講，保羅講噶，冇嘢可以使到我哋同神嘅愛咩啊？隔絕。冇嘢可以改變到上帝，因為上帝係不改變嘅。所以既然呢位不改變嘅上帝咁愛我哋，將一切嘅恩典傾倒喺我哋嘅身上，2026年我哋何苦讓煩惱填滿我哋嘅心？你贊成嘛？你問下你身邊嘅人，你問佢，你憂慮嘛？你試下問佢，你憂慮嘛？何必徒增煩惱？我哋咁問嘅時候咧，你憂慮嘛？唔憂慮啊，梗係唔憂慮啊！行咧，今日翻咗屋企住，哎呀，我好擔心啊主！你喜唔喜樂啊？喜樂！然後第二日一堆苦水出嚟。上帝期待我哋2026年何必徒增煩惱？佢應許佢不改變嚟幫助我哋，所以求主幫助我哋新嘅一年學識交託，投靠耶和華，強似投靠人；依賴耶和華，強似依賴人，強似依賴王子。2026年今日你捉緊嘅是什麼？好似有啲睇唔清楚。今日你捉緊嘅是什麼呢？弟兄姊妹，你捉緊嘅嘢嘅性質會改變嘛？今日你捉緊嘅是什麼？你捉住嘅嘢會唔會陣間就轉眼成空？會唔會陣間就改變？會唔會陣間就流失？會唔會陣間就變咗質，使到你捉唔住？你可以自己諗下，今日你單單捉緊呢一位永恆嘅主嘛？主幫助我哋，然後你知道主永不改變，咁呢一份不變嘅盼望，點樣激勵你有勇氣去依靠他？今日有時候我哋唔係唔知道要依靠主，我哋知道，但係有時候我哋少咗呢個勇氣，因為你交託咗要依靠，可能要轉變嘅，所以有時候我哋缺乏咗勇氣嚟依靠，因為我哋想自己掌握我哋自己嘅人生。今日如果主話佢不改變，你信唔信佢深愛着你，佢要將最好嘅俾你？如果係咁，我哋要有勇氣去捉緊佢。咁點樣激勵你有勇氣依靠他，同埋交託他嚟面對未知嘅明天呢？你翻去思考下好嘛？2026年，如果我哋都依靠他，然後當我哋嚟到話耶穌不改變，咁我哋一定哈利路亞㗎啦，係嘛？我哋嘅主不改變，我哋知道有一位不改變嘅上帝看顧我哋。我哋知道我哋嘅信仰係有盼望啊，咁我哋應該哈利路亞。我哋好多時候有開玩笑講一句説話啦，耶穌基督永不改變，所以我哋成日同我哋身邊嘅人講，我哋都係永不改變㗎，我哋昨日、今日、明天都不改變，我個脾氣不改變，我個弱點不改變，我個生活習慣不改變，你贊成嗎？我想問下呢度結咗婚幾十年㗎，邊個覺得佢身邊嘅伴侶係永不改變嘅？舉手好嘛？冇人舉手，但係頭先我睇到好多人點頭嘅喎，所以你 get 到我意思嘛？很多時候我哋以為上帝不改變，然後我哋嘅人生就不改變。我哋以為我哋嘅上帝好愛我哋，所以我哋有咗一切嘅恩典同埋豐盛，我哋似乎生命唔知道點改變。但係上帝期待我哋咩呢？
既然我哋嘅上帝不改變，既然恩典不改變，咁呢一個不改變要激勵我哋去改變，係咪好奇怪啊？原來上帝唔係期待你永不改變，上帝話佢永不改變，但係你同我要改變。所以2026年佢期待我哋嘅生命要改變，一天新似一天。所以呢個好熟悉嘅經文，我哋成日讀噶。羅馬書12章1至2節，如不可追求這世界嘅潮流，要隨着思想不斷被更新而改變，這樣就能夠明辨上帝嘅旨意，知道什麼是良善、純全、蒙他悅納的。所以上帝話：既然我係呢位不改變嘅神，我賜咗呢一個不改變嘅生命俾你，永恆嘅生命，咁我哋要開始 transform。我哋嘅生命要開始被挑旺，我哋要開始跟隨主嘅不變，而開始諗下我要點樣生命被改變。好，我喺呢度問下弟兄姊妹，回顧2025年，我哋感恩咗噶嘛？已經過咗舊嘅一年，新嘅一年2026年，你希望喺什麼事情上邊改變？你希望喺什麼事情上面改變？可能有啲人講，我希望多一啲錢啦。OK， 嗰個人人都想嘅。除咗呢個咧，我希望個樓價會升。OK， 嗰個係外在嘅。有冇咩你希望你裏邊嘅改變嘅？有冇人話我希望今年少啲發脾氣？有冇人話我希望今年溫柔啲？有冇人話我希望今年勤力啲？有冇人話我今日希望今年多啲靈修？有冇人話我希望今年讀聖經堅持啲？有冇人話我希望今年我嘅弱點少啲？我有一個缺點就係拖延。我老婆成日都講我拖延，我自己都知道我拖延，所以我同主話：新嘅一年一定要靠着主嘅恩典，越嚟越唔拖延。呢個係我同上帝嘅立志。我希望唔一樣，因為不變嘅主期望我改變。你呢？你有冇咩立志係上帝期待你改變嘅？願主向你說話。我哋可以點樣改變呢？第一，喺對上帝嘅親密上邊改變。上帝提醒咗我哋，當我哋領受咗主嘅豐盛、主嘅生命喺我哋生命當中嘅時候呢，我哋會渴慕親近佢㗎。我哋會渴慕同佢有更加深嘅關係，就好似你追緊一個男仔，追緊一個女仔啊，啱啊！你要同佢拍拖，都包括要同佢建立呢一個婚姻嘅關係，你一定渴慕同佢更加親密、更加認識㗎，係嘛？你唔會話我知道你阿爸阿媽係邊個叫咩名 ，OK 算啦，然後我哋就結婚啦，好冇可能啊？冇可能！我哋渴慕有更親密嘅關係。同樣嘅，新嘅一年，耶穌嘅不變激勵我哋要嚟更加嚟親近呢一位不變嘅主。新嘅一年，上帝期待我哋與佢有更深嘅相交，弟兄姊妹。上帝期待我哋有更深嘅靈修。上帝期待我哋有更深嘅禱告。今年係我哋5年計劃扎根基督結果累累嘅第4年。我哋明年就30週年啦，5年計劃。今年我哋期待同弟兄姊妹一齊喺靈性上邊成長，唔係知識上面成長，靈性上面成長。點成長呢？我哋渴慕同弟兄姊妹一齊同神建立一個更加真實、更加深、更加向下嘅親密嘅靈性關係。今日時間關係，我唔會講太多，我哋過後我哋會再講多啲。我哋渴慕同神有一個更深嘅靈性，我哋渴慕同神有更加親密嘅聽見他、遇見他、摸到他心意嘅關係，讓我哋唔一樣。弟兄姊妹，今日我想再一次鼓勵你，新嘅一年已經過咗4日啦。我想問下，邊個有堅持呢4日都有好好嘅靈修嘅？請你大膽啲舉手好嘛？感謝神，應該有1/10啊！
我唔知你生命嘅關係係點，但係我好想鼓勵你，好想鼓勵你。我諗呢個係上帝嘅心意，佢想藉著我嘅口，藉著聖經鼓勵你。上帝期待你同我信咗耶穌，同佢嘅關係係親密㗎。佢唔想我哋每一日求其5分鐘喺風扇旁邊靈修。風扇旁邊知嘛？風扇一吹，讀完啦，靈修完啦。佢唔想我哋趕時間，幾時靈修啊？揸車嘅時候3分鐘，紅燈嘅時候停下睇下，紅燈停下。佢唔想。我知道有啲人係咁噶，佢唔想我哋喺好忙碌當中。當然啦，你可能覺得哎呀我冇時間，但係你仔細諗下，你有時間你嘅手機，你有時間上淘寶買嘢，你有時間追連續劇，你有時間 message， 你有時間做好多嘅。難道我哋真係冇時間同神嘅關係嘛？你知道同神嘅親密嘅關係，從來都唔係喺繁忙中，從來都唔係喺忙碌中，從來唔係噶，係需要你花時間，係需要我沉澱，係需要我哋放慢腳步，係需要我哋花時間去思考，究竟佢想我哋有咩改變。所以新嘅一年，上帝好期待同我哋建立好親密嘅關係。你同上帝親密嗎？你自己先至知。願我哋喺同上帝嘅親密關係當中有改變。第二，喺對上帝嘅敬畏上邊有改變。咩叫做有敬畏上邊有改變呢？上帝期待我哋嘅生命結出豐盛嘅果子。上帝期待我哋嘅生命係有屬靈嘅果子出嚟。新嘅一年，佢希望我哋可以喺屬靈嘅品格上邊改變。嗱，我相信我哋每一年都有立新志嘅，啱嘛？每一年年頭，特別係呢個時候，大家好興咁啊！我立志今年唔發脾氣，繼續發脾氣。然後2027年，主啊，你幫助我2026年改過，2027年唔發脾氣。然後再2028年唔發脾氣，結果我哋發覺20歲、30歲、40歲、50歲都係發脾氣㗎。結果最後60歲就唔發脾氣啦。點解呢？因為你已經冇力氣發脾氣啦。嗰個係咪改變啊？唔係改變。所以上帝期待我哋新嘅一年可以有豐盛嘅果子。弟兄姊妹，如果今日我問你，你覺得你嘅生命當中有果子嘛？你會點樣答自己？願我哋可以返屋企好好思考一下，好嘛？主期待我哋嘅生命嘅品格有改變，佢期待我哋誠實，佢期待我哋溫和，佢期待我哋恩慈，佢期待我哋節制，佢期待我哋喜樂，很多。你去睇加拉太書5章，上帝期待我哋從前係咁，現在不係咁。上帝唔想我哋從前係咁，而家繼續好開心同佢講，我以前係咁，我而家依然係咁。上帝絕對唔期待，上帝期待我哋喺敬畏上帝上邊改變，而他的不變充滿我哋。然後上帝期待我哋喺信靠、信服上帝上邊改變。弟兄姊妹，今日我就想問到一個問題：你覺得你係一個信服上帝嘅人嗎？1至10分。咩叫做信服上帝呢？即係話你知道上帝喜歡你點樣做，你知道上帝嘅話語吩咐我哋點樣做，然後我哋好樂意去跟隨嘅。你覺得你係一個信服嘅人嗎？新嘅一年，不變嘅主期待你成為一個更加信服上帝嘅人。上帝期待我哋唔單單查經，唔單單增加知識，唔單單聽好多個道，今日太多道可以聽啦。上帝唔係單單期待你聽道，上帝期待我哋行道。上帝期待我哋聽道而行道，這先至係真信心嘅表現。上帝期待我哋係一個信服嘅靈，唔係知識嘅靈。上帝期待我哋係一個信服嘅生命，而唔係一個知道好多知識嘅生命。雖然知識好重要，新嘅一年，上帝期待我哋知而信服。上帝期待我哋聽而信服，上帝期待我哋親密敬畏，然係信服佢。然後第4，上帝期待我哋喺愛人嘅事上邊改變。講到最後係愛人啦，知道呢一切，如果我哋冇愛心，聖經話噶係空啊，空嘅拔，空嘅羅。上帝期待我哋喺愛人點樣愛法呢？好似愛自己一樣上邊改變。主
主對我哋嘅愛永不改變，所以佢期待我哋體貼佢嘅心，佢期待我哋愛他所愛。今日我想問你，若果喺你嘅下意識當中，第一我問你，你有冇一個你冇咁中意嘅人？你有冇一個名字出嚟？如果你第一個名字出嚟嘅係你老公老婆嘅名字，歡迎你去揾 Selina。你諗下，2025過啦，而家2026，有冇一個你唔太喜歡嘅名字出現？你呃唔到人嘅。你問下你自己，有冇一個名字？然後新嘅一年，主想你咩呢？愛他。主係慈愛，佢先愛咗我哋嘛。佢話我赦免咗你一切，我俾咗你一切嘅恩典，所以我想你學習愛，因為神先愛我哋。所以新嘅一年，佢想我哋主想我哋嘅改變係咩呢？愛他。嗰個他係邊個呢？你自己知。愛他如同愛自己。愛係好唔容易嘅功課，係嘛？但係上帝希望我哋新嘅一年依靠他的不變活出嚟。所以主用佢嘅話語提醒啊，我哋竟然認識咗上帝。彼得後書呢段經文，佢話：既然我哋認識咗上帝，上帝呼召咗我哋，佢有呢一個新嘅生命填滿咗我哋嘅時候呢，佢希望我哋嘅生命係可以成長嘅。特別係新嘅一年點成長？喺呢度話，我哋要脫離世上私欲所帶嚟嘅敗壞，因為我哋嘅生命能夠有上帝嘅性情。所以睇到話咩呢？我哋新嘅一年要改變，係努力啦。唔單止有信心，我哋仲需要有美德。唔單單要美德，我要增加我哋對上帝嘅知識同埋認識。然後呢度話唔單要有知識，要節制，要結出生命嘅果子。唔單單要節制，仲要咩啊？忍耐，仲要有咩啊？敬虔。最後呢度話咩呢？要愛弟兄姊妹嘅心。唔單止，仲要愛眾人嘅心。所以新嘅一年，上帝好期待我哋嘅生命成長。呢度話咩？若果我哋嘅生命成長啦，不斷嘅增加啦，就會對我哋嘅主耶穌嘅認識停滯不前，一天比一天更新。所以呢個就係今日2026年第一個主日，我想同大家彼此鼓勵嘅。主話不變，係嘅，我哋捉住佢，擁抱佢，佢好愛我哋，恨不得俾佢錫我哋。但係第二步主話，既然你知道我永不改變，我深愛你，You have to change， 好嘛？願主幫助我哋。最後用呢4幅呢個 Andrew Chai 蔡牧師嘅漫畫同大家完結彼此嘅鼓勵。操練把最好嘅時間俾神。頭先我哋話嘛，要同神更加親密改變。若果你係嗰種3分鐘靈修嘅，對唔住啦，我好真實嘅想同你講，我哋可能要調整我哋嘅靈修嘅方式。你如果想經歷同神更加嘅親密，而唔係例牌嘅，好似水過鴨背咁嘅，需要花更多嘅時間。將最好嘅時間俾佢。咩係最好嘅時間呢？我哋需要去定奪，然後呢，為自己定下一個目標。今年你嘅目標係咩呢？有啲人嘅目標係安息，有啲人嘅目標係勇敢，有啲人嘅目標係敬虔，有啲人嘅目標係謙卑，有啲人嘅目標係溫和。今年你嘅目標係乜嘢啊？希望你嘅目標唔會單單係賺錢。OK， 然後制定可以持續嘅成長嘅計劃。呢個我哋遲啲會講到更深入。定咗個計劃係可以幫助你同我嘅靈性會成長嘅，唔係空談，唔係整好多個畫大大個餅，然後做唔到嘅。整嗰個可行嘅計劃幫助我哋成長，然後呢，擁抱不完美嘅勇氣。我相信魔鬼撒旦而家已經係開始攻擊我哋，challenge 我哋。哎呀，你唔得㗎啦！2026年，你睇你2025年都係咁，2024年都係咁，今年依然係一樣照舊。但係上帝鼓勵你做咩呢？哪怕你覺得你做得不夠不足，但係我看為寶貴，總好過停滯不前。上帝期待我哋繼續向前跑，繼續依靠他。即使乎今日洪水泛濫，呢個世界好多嘅轉變，我哋嘅生命好多嘅軟弱，好多嘅挑戰，但係上帝話，他是我們的磐石，我們的保障，我哋隨時嘅幫助，讓我哋緊緊嘅依靠他，好嘛？2026年，除咗祝大家新年蒙恩，願我哋嘅生命再一次捉緊不變嘅主，然後我哋經歷主嘅改變。我哋一齊禱告。天父，我哋多謝你，
多謝你好愛我哋，多謝你永不改變。主啊，你總是期待我哋改變㗎。我哋知道你嘅心意，期待我哋越嚟越似你，持續成長嘅生命。我哋向你承認，有時候就好似頭先最後呢幅圖，我哋會覺得我哋做唔夠，做不好，甚至乎我哋就放棄。但係天父啊，你話你已經準備好一切嘅恩典俾我哋，叫我哋靠着你成長、成長、得勝再得勝。求你就幫助我哋新嘅一年當中，真係會有好多呢一種超乎我哋想象嘅轉變㗎。有時候我哋覺得紐西蘭呢度好安全，好似世上嘅轉變同我哋冇關係。但係聖經同我哋講咗，末世嘅時候，每一個地方、每一個國家、每一個社會唔會受影響嘅，包括我哋，無論係經濟嘅衝擊、健康嘅衝擊、生活嘅衝擊，太多嘅衝擊衝到我哋平時安穩嘅生活當中。有時我哋會有焦慮，有時我哋會有恐懼，有時我哋唔知道點算。但係你話叫我哋繼續依靠你呢位不變嘅主，你話你昨日、今日、明天永不改變，值得我哋信賴，同埋隨時要作我哋嘅幫助我哋捉緊你。不單如此，亦都讓我哋記住，既然你係不變，你期待我哋俾你哋充滿嘅時候，我哋活出一個改變嘅生命，我哋活出一個2026被你轉化嘅生命，我哋活出一個可以將你嘅美好彰顯出嚟嘅生命，成為多人嘅祝福，並且榮耀你。就懇求你幫助我哋每一個弟兄姊妹喺新嘅一年當中，繼續靠着你快跑跟隨你。多謝你，我哋咁祈禱，奉耶穌基督嘅名求。阿們。